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14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46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46天，也是哈梅内二穆吉塔巴人间消失、音信全无的第46天。可以說，美伊局勢一波三折。正在特朗普封堵霍尔木兹海峽的时候，前方又傳来美国和伊朗也要舉行第二輪會談。這次消息影響國際油價似乎又快速下跌，資本市場又快速反彈。我們先看一看他們第一輪會談，以及第一輪會談以後雙方各種表態、各種故作姿態，實際上都是為了第二輪會談做準備。首先，美國副總統萬斯作為談判的主要代表，從伊斯蘭堡回國以後，他一會兒上福克斯新聞，一会兒去國會接受問詢。在這個過程中，萬斯他說，巴基斯坦的伊朗代表團缺乏最終敲定協議的權限，需要獲得更高領導層的批准，也就是說，那就是穆杰塔巴同意。他說，這最終是我們離開巴基斯坦的原因，因為我們發現他們無能為力。也就是說，這個萬斯跟伊朗的代表是一樣的，都沒有最終決定的權利，最終的決策權，美國的是在特朗普手上，而伊朗呢，那是在穆杰塔巴手上，應該這麼理解。萬斯他說，我認為那裡的團隊就是這個伊朗的代表團無法達成協議，他們必須返回德黑蘭，向最高領袖或其他某人尋求實際批准才能推進。所以再次強調，無論我們是否進一步對話，無論我們最終是否達成協議，我真的認為球現在在伊朗那邊，因為我們已經把很多東西擺上了桌，我們實際上已經非常清楚表明了我們的底線，我們也表明我們實際上會非常高興。美國總統已經表示，如果伊朗被當作一個正常國家對待，他會非常高興。球現在在伊朗那邊。從萬斯的表態來看，這萬斯是徹頭徹尾的一個主和派。萬斯表達的是他能理解伊朗代表團，他認為再在伊斯蘭堡談下去沒有結果，因為他們做不了主，他們不能像萬斯那樣的直接掏出電話給特朗普打電話，在線就場外熱線，對吧？尋求場外指導，尋求場外決策，一個電話給特朗普撥過去。而這個伊朗的代表團是做不到這一點的，因為穆吉塔巴不接電話，你也聯繫不上，你得回到德黑蘭再去運作，而且有可能還不是穆吉塔巴最後決定，也有可能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那些掌權的那些軍閥，那些掌握軍隊的人，他們最終在那決定。所以萬斯的意思是，也沒必要為難這些伊朗的代表團，他們也做不了主，再在巴基斯坦待下去，那就是浪費時間，所以我就打道回府。那萬斯在巴基斯坦向伊朗代表團發出了6條紅線，這個紅線是不容談判。第一個，停止一切鈾濃縮活動；第二個是拆除所有主要鈾濃縮設施；第三個是交出或完全移交所有濃縮鈾庫存，就是400公斤60%豐度的濃縮鈾。第四個，與美國盟友達成更廣泛的區域和平、安全與降級框架。第五個是立即停止資助和包括哈馬斯、真主黨和胡塞武裝在內的代理組織。第六個是全面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實現自由不受限制的國際通行，不得收取任何通行費或採取任何威脅措施。4月13號，萬斯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他說，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舉行的美伊談判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關鍵問題在於伊朗是否有足夠的靈活性，是否願意接受美方為了推動事情進展所必須看到的那些關鍵條件。剛才說的6條中就包括霍爾木茲海峽完全開放。萬斯還說伊朗在移除濃縮鈾等問題上朝美方方向有所靠攏，但談判代表無權達成協議，需返回德黑蘭獲得批准，並且這個萬斯還說對
伊朗的軍事行動目標已經達成，現在可以開始結束這場衝突。萬斯表示，我們已經處於一個目標達成階段，可以開始逐步收尾。我更希望通過成功的談判來結束這一切。萬斯開始自我肯定了，說美伊談判取得很大進展，雖然沒有簽協議，雖然還有分歧，也就是萬斯還是主張第二輪談判。球現在在伊朗那邊，萬斯還對記者說，他說我不會說事情朝着錯誤的方向發展，我認為事情朝着正確的方向發展，我們取得了很大進展，而且我們也非常明確地表明了美國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讓步，我們在哪些方面可以保持靈活，以及為了讓美國總統覺得他得到了一個好的協議，我們必須得到什麼結果。我認為這本身就是我們取得進展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把這些都擺在了台面上，我們進行了一些很好的對話。這個萬斯毫不掩飾，也就是他告訴伊朗代表團，我們要達成一個什麼樣的協議，讓特朗普看起來很有面子，讓特朗普認為他獲得了勝利。那言下之意就是我們好好的商量，看看怎麼樣既讓特朗普覺得有面子，又讓伊朗人也能過得去。這就是萬斯這種談判可以說馬上就會落入伊朗人的圈套。特朗普說過，伊朗人打仗沒贏過，談判沒有輸過。萬斯還說，我認為這可能是伊朗現任領導層執政以來，伊朗政府和美國政府首次舉行如此高級別的會晤。他說，所以我認為這是個積極的信號。我再次強調，我們在談判中確實取得了一些進展。接下來最大的問題是伊朗方面是否有足夠的靈活性，伊朗方面是否会接受我們為了促成交易而設置的關鍵條件。球在德黑蘭一方，他說這個問題最好問伊朗人，因為球真的在他們一邊。萬斯再次強調，美國的底線就是伊朗不能擁有核武器，所以我們所有的底線都源於這個基本前提。因為伊朗人聲稱他們永遠不會擁有核武器是一回事，他們願意這麼說，這很好，當然你必須核實這些說法。所以萬斯雖然從伊斯蘭堡灰溜溜的，也就是沒有達成目的回去了，但是他仍然充滿希望，還在等待伊朗人回應，等待伊朗人承諾不發展核武器，等待伊朗人把浓缩铀交出来。不知道特朗普給萬斯的期限是多長時間，是真正的2周，還是說到時候又不得不再延期？我分析推測2周肯定解決不了問题。萬斯已經上道了，這個談判就這樣，任何談判上来就把底線劃清楚，這種談判是談不成的。你上來就亮明底線，那你只會被對方利用。萬斯已经陷入被動，这个万斯確實在外交這塊還有待於這個叫提升。美國媒體報道說，萬斯在48小時內2次被證明能力不足，一次就是他去匈牙利力撐這個鄂爾班，結果鄂爾班垮台。另外一次就是去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兩手空空而回，但是他自己堅稱取得了進展。可以說萬斯目前表現出一副喪門星的這個姿態。什麼叫喪門星？也就是萬斯可以說是點兒非常背，當然跟他能力也有關係。他應該是25年是吧，還是24年去拜訪，25年拜訪教皇，教皇隔2天就去世了。領導伊朗談判，結果失望而歸，飛到匈牙利力挺鄂爾班，結果鄂爾班慘敗。所以有網友就出主意說，應該派萬斯去莫斯科跟普京談一談。當然了，這是萬斯這邊的態度。萬斯很顯然就是美國共和黨、美國這個特朗普這小集團的一個堅定的反戰派。那伊朗人，實際上伊朗人更希望談判，但是伊朗人的談判它是極限拉扯。昨天咱們節目說了，伊朗的最高領袖穆吉塔巴，還有伊朗的總統佩澤西奇揚、議長卡利巴夫，他們在談判以後的表態，實際上就是一邊唱高調，一邊一再表明談判的大門沒有關上，那意思就是願意接着談，但是他的調門還是很高的。這個伊朗總統辦公室13日發布聲明，伊朗總統佩澤西奇揚當天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通話時表示，伊朗願意繼續在國際法框架內與美方進行談判，並將遵守停火條款。此前美方的過度野心阻礙了
協議達成。也就是你不要說那個伊朗人他說的那些狠話無所謂，他那些狠話你不要聽，你只聽他關鍵的那一句，他關鍵的那一句就是願意與美方進行談判。這是佩泽西前還給俄羅斯總統普京打了電話，也是一個意思，就是談判失敗的責任是美方，一切責任在美方，但最後就是我們願意繼續談判。伊朗的外長又開始給这個沙特的外長打電話，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費薩爾13日同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通電話，討論伊朗與美國談判後最新局勢進展，兩國均未公布更多的信息。很簡單，跟佩澤西前的說法一樣，也就是一切責任在美方，談判不成的吧，沒有達成協議，那都是美方得寸進尺，要價太高，伊朗願意繼續談判。伊朗這個議長卡利巴夫他說，如果打仗我們奉陪，如果以理性來談，我們以理性相待，伊朗不會在任何威脅下屈服。根據《華盛頓郵報》報道說，這個萬斯回到美國以後，對伊朗代表團是大加讚賞。《華盛頓郵報》說，伊斯蘭堡的僵局並不一定意味着戰爭的重燃，美國的封鎖是一種施壓策略。美國總統特朗普並不想再捲入武装衝突，他知道這樣做的好處有限。美方預計，儘管上周末在伊斯蘭堡發生了僵局，但雙方仍可能通過巴基斯坦中間人繼續接觸。特朗普的最終目標仍然是尋找退出之道。據知情人士透露，伊斯蘭堡會談不出所料的以強硬姿態開場，萬斯和卡利巴夫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報道稱，但經過數小時磋商，卡利巴夫給美國代表團留下了深刻印象，展現出一位老練而專業的談判者，以及一位未來伊朗領導人的潛質。美國官員們認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其他官員也在積極尋求合作，因為他們也希望參與到未來的決策中來。這就是我說的，這個萬斯恐怕已經上了伊朗人的當了，着了伊朗人的道，就像過去那些美國的總統或者是民主党那些官員一樣，他們无一幸免要跟这個伊朗進行叫極限拉扯。這個伊朗人他也在示範一些鬆動的信息。當地時間13日，伊朗伊斯蘭議會副議長尼克扎德表示，他說伊朗原本準備將450公斤濃縮鈾進行稀釋，以展現善意。尼克扎德透露，原計劃由伊朗、美國和沙特三國在伊朗境內成立聯合部門負責稀釋工作，但美方最終違背了這一協議。紐約時報13日報道，伊朗方面當天表示只能同意最多暫停鈾濃縮活動5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已拒絕這一提議。報道說一名美國官員和2名伊朗高級官員透露，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舉行的美伊談判期間，美國要求伊朗暫停鈾濃縮活動20年。伊朗方面13日作出正式回應，表示其最多只能同意暫停5年。美國官員還稱，美國曾要求伊朗將高濃縮鈾運出伊朗境外，但伊朗方面堅持要求將這些濃縮鈾留在境內。不過，伊方提出可以大幅稀釋這些核燃料。同時，這個特朗普在媒體面前再次強調，我們將奪取伊朗的核材料，不惜一切代價。我們想要那些核材料，我們會從他們那裡拿回來，或者我們會直接去取，也就是你不給我，我就自己拿，這意思。這意味着，如果伊朗不乖乖交出濃縮鈾，美國將闖入並奪取它。這是特朗普說的。這個表態和以色列的內塔尼亞胡說的是一模一樣。內塔尼亞胡說，不論你們怎麼談，就是美國和伊朗，最終伊朗必須交出這個400公斤的濃縮鈾，不交出我們就自己去拿。所以從這些表態來看，伊朗肯定是希望談判，願意談判，繼續談。只有談判才能停止美國人的轟炸，他們才能得到喘息。談判它可以極限拉扯。那現在就看特朗普的耐心，看萬斯怎麼在裡面斡旋。現在萬斯明顯的已經倒向了伊朗，也就是他是希望停火的，希望通過談判解決。美國媒體13日報道，
美國和伊朗仍在接觸，美政府正商討舉行第二次面對面談判的相關細節。美伊談判之門尚未關閉的消息緩解了市場擔憂。美伊下一輪談判或在16日舉行。瑞士日內瓦和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堡是新一輪談判的可能地點。美國與伊朗可能會延長停火期限，以便為談判爭取更多時間。另據俄新社13日援引美國大西洋月刊記者在社交媒體消息報道，美國和伊朗之間的下一輪直接談判可能於16日在伊斯蘭堡舉行。特朗普他說，伊朗方面13日早上致電美方，就是說伊朗給美方打電話了，表示他們希望達成協議。美國和伊朗的接觸仍在繼續，美政府內部正商討可能的第二次面對面會談相關細節。同一天，針對美方封鎖舉措，伊朗軍方強調落實控制霍爾木茲海峽永久機制，並捍衛以港口安全。特朗普13日在白宮對媒體說，美方當天早上接到來自伊朗合適的人電話，對方表示希望達成協議，但他不會達成任何允許伊朗擁有核武器的協議。他還稱，美國的另一項優先任務是收回或奪回伊朗持有的濃縮鈾。特朗普還證實，美國已於美國東部時間13日10時對所有進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實施封鎖。他稱12日有34艘船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並稱其他國家會幫助美國封鎖伊朗港口，但沒有具體說明是哪些國家。所以我總結一下，也就是美國和伊朗的談判還要繼續到什麼時候，這個就看特朗普的耐心。而特朗普的耐心跟什麼相關？就跟油價、跟美國国內的通脹密切相關。我看到現在還有人在留言，他要動個腦子啊！還有人在留言說油價上漲對美國有利，因為美國是石油出口國。這個只不過是特朗普他想怎麼說。特朗普有的時候他也這麼說，反正我是美國是賣油的，油價一漲我們還賺得多了。實際上油價一漲，全世界油價都在漲。美國是商品輸入國，它要进口大量的商品。全世界油價在漲，這個成本就在漲，運輸成本、原材料成本都在漲，商品就會漲價。美國石油漲價賺了點錢，難以抵消它的商品漲價，商品會更多，漲的也會更多。所以很多人就留言，感覺跟一群小學生、幼兒園的在那兒留言。現在叫全球化，還有一些人留言就動不動說特朗普這種做法，擔心特朗普變成希特勒。特朗普的種種做法，作為我來說，我不是都認可。有很多老粉絲知道，当初特朗普和这个叫哈里斯是吧，競選的時候，咱們是希望哈里斯上台。哈里斯上台，別的不說，他會繼續支持烏克蘭，反抗俄羅斯侵略。結果你看，特朗普中了一槍，耳朵打了一槍，結果特朗普上台了。特朗普對烏克蘭的政策，我們是批評的。有很多人認為我是川黑。特朗普想吞併格陵蘭島，特朗普想把加拿大變成第51個州，特朗普跟歐洲幹這些，我個人是無所謂的，因為我不知道，這個是他們內部的事情。我在節目裡面反覆說，如果特朗普把格陵蘭島給占了，如果特朗普把加拿大變成第51個州，而美國國內沒有辦法約束特朗普，那這恰恰說明美國制度有問題，那就不值得你天天的想去學習美國，因為反正你這樣的制度最終也是出一個獨裁者，你有什麼值得學習的？我就發現很多人腦子不太清楚，不知道是懟壞了還是怎麼回事。欲阻止特朗普成為希特勒的不是別人，能夠成功預防特朗普變成一個獨裁者的，那只有美國人，美國的憲法。如果美國人、美國憲法不能阻止特朗普，那恰恰說明他制度有問題啊。那這樣的一個制度還有什麼值得好吹的？還有什麼值得好向往的？因為他也不能阻止一個人變成獨裁，所以你要相信美國制度，他能約束特朗普，讓特朗普不至於偏離軌道太遠。特朗普他徵收關稅，那美國的最高法院給他判一個違法，那特朗普也沒招。那這恰恰證明了美國制度的先進，他能自我糾正，對吧？他能約束這些不講規則的人。我一再強調，特朗普這個人他有那樣的不好，無賴或者這樣那樣的不講規矩，但是在打擊毛拉政權這個事情上面，他做的沒錯。
如果覺得他做的不夠的地方，那就是打得還不夠狠，還有點優柔寡斷，用什麼手段去打擊毛拉都沒毛病，都值得鼓勵，都應該給予掌聲。不要在這裝，這些裝貨啊！特朗普再邪惡，那也沒有毛拉邪惡。對付毛拉，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只有內塔尼亞胡這樣的人。過去幾十年已經證明了，過去那一套對付這樣的流氓一點用都沒有，所以就不要再裝了。這個世界裝貨太多啊，所以他步履蹣跚，每往前邁一步都很難，甚至有的時候整個世界顯得在開倒車。裝貨太多。你比如說这次特朗普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就挺好的，他封锁伊朗的所有的港口，伊朗所有的船你想出來沒門，你一滴油都賣不出去。所有想給伊朗交過路費的你也白交了，你想通過巴結討好給伊朗跪下來獲得通行權的這些國家這些船你也走不了，美國人就攔你這種船。給伊朗跪下，你能給伊朗心安理得的交過路費，那你為什麼不能給特朗普交？那特朗普就要沒收你的船，沒收你的油，這就是以流氓手段治流氓，沒毛病。你哪有那麼多理講？講理沒有用，對吧？你講理，別人在耍流氓，那有什麼辦法？所以這下好了，老老實實的，你們在伊朗面前都要挺起腰桿子。伊朗在攔路收費是錯誤的，違反這個國際什麼海洋公約，是違法的。我挨了一頓打。我把我們家門口那條路給攔上了，所有從這過來一次給我20塊錢。挨揍的是毛拉政權，攔路收費的也是毛拉政權。毛拉收那個錢，他也不是用來改善伊朗老百姓的民生，他是繼續擁有他的遠程導彈，擁有他的什麼地區代理人，所以給他交過路費的實際上就是資助他的恐怖活動。特朗普已經警告了，說伊朗海軍已被徹底摧毀，沉入海底，共計158艘艦艇。他說我們尚未打擊的是他們數量極少的所謂快速攻擊艇。其實我也看視頻了，各個什麼海灘上那種遊客坐的那種摩托艇跑得還挺快，那玩意都不值一顆導彈錢或者一顆炸彈的錢。特朗普說因為我們認為它不構成太大的威脅，那玩意上面頂多能加一挺機槍。說如果這些船膽敢靠近我們的封鎖線，將立即被消滅。我們會使用與打擊海上販毒船只相同的打擊手段，打擊行動迅速且果斷。根据媒體報道，美國海軍已經調了15艘艦艇用來封鎖這個霍爾木茲海峽。我覺得特朗普這招還很厲害，正好趁停火的時候，人家美國軍艦在霍爾木茲海峽進出自由，你要敢動他就敢揍你。那破壞停火協議的那就是伊朗，一旦掐住伊朗的脖子，這個伊朗人就受不了了。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埃斯梅爾·巴卡伊說，一場非法的選擇性戰爭能通過對全球經濟的選擇性報復來取勝嗎？為了發洩私憤而自斷後路，這樣做真的值得嗎？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你特朗普山敵1000自傷800，你是報復全球經濟，叫選擇性報復。戰爭是你發動的，完了之後你又選擇性報復全球經濟，所以现在已經變成特朗普對通脹的容忍度和伊朗伊斯蘭革命政權的那個錢袋子啊癟下去的速度，得看誰能扛得住。福克斯新聞報道，他說美國總統特朗普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每天給伊朗造成4億美元的損失，每個月將近130億美元。為什麼說特朗普這一招比較高？那也就是這樣，特朗普他就不擔心伊朗拖，那你可以慢慢拖，反正你沒錢，你革命衛隊工資發不出來。當地時間13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內閣會議上稱，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停火隨時可能結束。以色列支持美國對所有進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實施封鎖，以美國兩國正在就這一問題進行全面協調。也就是內塔尼亞胡說，與伊朗的停火可能很快就結束，要相信以色列人的這個能力。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將於13日當地時間上午11點在美國國務院舉行預備會議。盧比奧美國駐黎巴嫩大使、以色列駐美國大使以及黎巴嫩驻美國大使將出席會議，而此次會議的目的旨在為未來
就黎巴嫩真主黨解除武裝問題舉行會談做準備，也就是預備會。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還有美國三方談判，研究如何解除黎巴嫩真主黨的武裝。所以說，作為伊朗的伊斯蘭革命政權的代理人，又一支武裝走向了這個盡頭，就像哈馬斯一樣進入倒計時。我們再看看伊朗國內也很有意思啊。首先是有外媒報道說，伊朗新任最高領袖穆杰塔巴在英國的眼皮底下，於倫敦秘密擁有價值超過1億英鎊的豪華產業，而普通的伊朗民眾卻生活在貧困之中。英國政界人士呼籲此事展開全面調查，並沒收其資產。這個是老生常談了，這類似的國家就是這樣的，一邊反美是工作，到美國去是生活，反美反西方，這口號喊得越響的，他在美國的財產還越多，成正比例。他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這事。哈梅内伊、穆杰塔巴在英國有1億英鎊的豪華產業。最近呢，有很多伊朗的高官的後代在美國被卢比奧有的是逮捕，有的是吊销什麼美國国籍，什麼绿卡。這些人对吧？他們的父母、他們的親屬在伊朗國內那是領導伊朗人民反抗美國侵略、反抗美帝國主義，但是自己的子女卻在美國花天酒地，這就是邪惡。這樣的物業，特朗普怎麼打擊都沒毛病。為這樣物業開脫的，或者變相開脫的，那都不是什麼好人。特朗普打擊這樣的物業，一幫人去指責特朗普，你說這些人他安的什麼心？實際上這些人本質上和這些邪惡的物業是叫同命運共呼吸。伊朗伊斯蘭革命卫队總司令瓦西迪就伊朗議會議長卡利巴夫發表如下言論。他說，這個瓦西迪對議長卡利巴夫是非常有意見的。他說，最高領袖尚未下葬，卡利巴夫就已經開始與殺害他的人握手了，跟美國人握手。這是以色列第14頻道獲得了最近伊朗談判的獨家音頻。瓦西迪嚴厲批評卡利巴夫，說因為他在哈梅內伊2月28日遇刺後的40天內，在哀悼期內與美國以色列方面接觸。瓦西迪是強硬派的代表人物，他是革命卫队的司令，不知道这瓦西迪還能活多長時間呢？按照我們中國人的說法，就是哈梅內伊屍骨未寒，你們就準備給美國跪下了，這個引起了強硬派瓦西迪的強烈不滿。一個就是伊朗的騷操作，實在是看不懂伊朗人到底是怎麼回事，也就是恰恰充分說明伊朗現在是叫群龍無首。怎麼回事呢？當地時間4月13日，央視報道說，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要求5個中東國家就其參與美以對伊朗戰爭進行賠償。相關國家包括巴林、沙特阿拉伯、卡塔爾、阿聯酋和約旦。伊朗方面指控這些國家違反國際法，並應對此造成的所有物質和精神損失進行全面賠償。伊朗向迪拜、向阿布扎比、向利雅得發無人機導彈，結果他現在反過來要求這些國家賠償，這是什麼邏輯？不服是不行的，得服。我想到萬斯跟這樣的國家打交道，萬斯叫凶多吉少。最後特朗普他對媒體說，我們處理完伊朗問題，可能順便去古巴。這特朗普又把眼光盯向了古巴，這個大家都了解，這個不出意料。古巴，對吧？是特朗普現在正在圍獵的一個目標。大家關心的是古巴之後是誰？所以你看，現在誰最着急，誰動作頻繁，誰恐怕就是古巴之後的那一個。現在就緊張了已經。比如說朝鮮最近就非常緊張，動作頻繁，誰害怕誰自己知道。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